第5课，耶稣甲好食的少年人。有一个好食的少年人来找耶稣，这个好食的少年人爱知影安怎通得到永远活。伊问耶稣讲：好的先生，我着安怎做才通得到永远活？耶稣应伊讲：你为什么讲我是好的先生？无一个好人，只有上帝。你若爱永远活，你着守上帝的诫命，你着守律法的诫命。这个好食的少年人讲：先生啊，这个诫命我对细汉拢守。先生，我要听请你。耶稣真疼这个少年人，耶稣教伊讲：你有欠一项，你若爱做完全的人，你有欠一项，你着去卖你所有的物件，摕所得到的钱互善良人。你有真侪项物件，你着去卖遐个物件。你有几若间厝，你着去卖你的厝。你所有的物件甲厝卖好的时，你着摕所得到的钱互善良人。你摕钱互善良人以后，你着来跟对我。你来跟对我，你就有永远活。这个少年人有真侪厝，伊无爱卖，伊爱做完全的人，总是伊较爱伊的厝。伊有真侪项物件。伊无爱卖人，伊有真侪钱，伊无爱互善良人，伊较爱伊的钱，伊较无爱做完全的人。这个好食的少年人无应耶稣，少年人的心真艰苦，伊就转去。耶稣也真艰苦，因为这个好食的少年人艰苦。耶稣艰苦，因为这个人看钱比永远活较要紧。耶稣教伊的学生讲：我为着这个好食人真艰苦，我为着拢总的好食的人艰苦。好食的人入上帝的国是真恶，要互因看我比看钱较要紧是真恶。耶稣的学生真奇怪，因讲：安尼什么人有法度得到永远活？耶稣讲：敌人是无法度，对上帝毋是安尼。对上帝逐项代志是有法度，上帝有法度互好食人入伊的国。看，Lukas 第18章第18节到第27节。